这个当然是我们讨论的结果啊。我们怎么考量，也不必在这里跟大家说的太明白了。我们每个球队有每个球队的那个需要，所以我们大家一致讨论就是说这个选手王者这个选手是不错的啊，值得我们第二轮来选。假如我们第二轮没有选的话，第三轮可能不会选到这位选手，所以我们就当下决定第二轮就下手这样。那今年在高中生选择5名有什么样的考虑？当然其实我对上每一个球队，我想都差不多了。哪一个，就是说任何一个环节都多多少少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啊。我们这一队当然，不管是投手还是野手，都有需要补强的地方，所以这一次也没有什么高中跟大学啊，我们就纯粹以实力考，然后下去做选择。最后想请问洪总，如果等江少庆合约谈完后，预计最快什么时候打算让他先发？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球队做训练，从春训开始到现在，只要约谈完的话，随时都可以上。趁待会6点钟正式选秀活动开始之前，跟大家见面，跟大家视讯聊一下。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想就让大家直接发问，我再来回答大家好了。会长好，我是苹果日报慧玲。是慧玲，请教会长，就是闭门比赛要到什么时候？然后赛程是场次还是一样是各队维持120场吗？谢谢。好，第一个场次的部分，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规划都还是维持原来例行赛赛季的所有的场次，也就是说，我们先进行上半球季没有打完的部分，在我们这个停赛那一天，接续停赛那一天往下打。那接着我们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规划下半球季的场次都跟原来的规划一模一样，所以场次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疫情指挥中心在记者会上，大家也都看到所谓的微解封包括这个电影院都可以戴口罩进行梅花座。那因为我们的防疫计划，大家知道是在之前就提出，也就是我们本来2周前就要复赛。那因为当时遇到 Delta 病毒，所以我们的这个防疫计划虽然过关，但是因为 Delta 指挥中心需要把那个疫情厘清清楚，所以就跟我们说慢一点。那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那因为我们原先提的防疫计划里面没有观众所以我们就为了复赛能够如期在明天进行，所以我们就先按照原先送的这个防疫计划去做推动。那我们会看这一周包括电影院开放的情形，包括看疫情目前控制的情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如果这些都很顺利防疫工作也做得很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疫情也都这个确诊人数也都在下降，那我们就会提以目前微解封的状况，也就是这个25%的这个观众进场的这个角度，去送指挥中心提出第2版的防疫计划。然后如果指挥中心也同意我们做，那我们就会进行25%的观众进场这样的一个计划。谢谢会长。会长你好，我是那个 Now News 的郑宏。你好。会长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双北其实应该是说台北市这边已经是尽量是希望说可以开放就是大型的这个场馆那会不会考虑说之后过一段时间，然后把比赛移回到双北进行这样子？会的，因为指挥中心的微解封的这个宣布里面其实是各县市一视同仁，它并没有针对台北或者新北有特别的规定。
所以在这个架构底下，剩下的我们本来就可以回到双北去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双北还有双北的这个疫情的指挥中心，所以这一周秘书长会跟双北的这个市政府进行这个密切的沟通。那如果我们也会针对回到双北做相关的这些防疫，如果都没有问题的情况底下，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让这个味全龙回到天母，然后让富邦回到新庄，就都符合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相关规定。所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没有问题，它没有县市的差别，但剩下就是我们跟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如果他们都愿意，他们也觉得这个很好，那我们就会让最快的时间让这两队回到他们原来的主场。好，谢谢会长。会长好，嗨，会长好，我是自由时报林佑成。尤成是想问一下，就下半季赛程比较紧凑的状况下，有考虑在礼拜一也排赛程吗？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原本的洋将大限在8月31号，那可能是原本的下半季，那现在的整个赛程有变动，那这方面就是也会在领队。